大潭交流道，这个改善工程是我们中央核定这个我们高铁特运区啊成为这个绿能园区的时候，那么我们建议要把这个大潭交流道改善它的功能。后来公路局在设计的时候呢，那么他发现把这个出口啊再增加一个出口。也就是说，把它呢延伸到这个高华二路这边，因为高华二路呢是在我们高铁车站的这个东边，那我们中正南路是在它的西边，所以有2处出口那对我们这边的交通呢会有更大的改善。这一条交流道对整个一个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相当的重要。因为从整个一个大潭交流道这个匝道进来之后，就不用再绕到所谓的外环道。除了可以促进整个一个交通的便利之外呢，那对于整个产业的运输也是相当的方便。那特别是在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的建设一到位之后，更显得整个一个交通也相当的重要。往高铁咱就直接下放去嘛。咱这个交通的这个疏导非常的好。比咱这个高铁区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好。咱这发展起来，应该有将近2-3万人的人口在这。若包括后咧，包括咱公部门的办公可能要超过5万人。所以有这个交流道的时阵，对咱这个交通的疏通非常的好，嘛当更加带动咱这个高铁区、咱绿能园区的这个营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知道，沙仑地区的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每逢假日的时候，有2大次人流会造成塞车。第一个是去三井Outlet或是去会展中心开会或者是购物的，第二个是去搭高铁的这个人流。平常有时候高铁在每逢假日的时候，不仅是高铁站的这个停车位一位难求，那甚至于整个车流都会往后回堵。那因此呢，我们很感谢公路总局在开辟侧车道以及这个优化台86的大潭交流道。那我们看到，事实上非常感谢交通部的支持，这总工程经费高达3亿元，然后他们支持了2.94亿元。但是不仅是经费，在这个工程如期如职，只花了一年又7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完工了。这样子，因为中间有包括400多公尺的桥梁，还有700多公尺的平面道路，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工，那也展现了高效率，让这个工程没有延宕，如期如职完工，真的是非常谢谢。那带给地方很大的繁荣跟交通的便利，人流车流的顺畅，这个交流道大潭交流道延伸工程功不可没。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6月30日中嘉台南电新闻，为提供学生多元学习，除了上适合家己的才华甲生涯规划。台南市伫嘉义国中开450万，规划了第4座的职业特色中心，并且选择以渔获水产作为主要的试探体验，欢迎学校踊跃安排师生来参加。为了让学生提早发觉家己的兴趣有一技之长，台南市第4座职业试探中心甲体验示范中心，得利用后甲高中后港校区的空间来规划。6月30号，市长吴伟霆甲教育局副局长等人亲自到场甲拜启用。请揭牌，请来宾掌声鼓励。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对于未来自己的兴趣，能够越早发现，越早投入，越早有成就。因此，
很高兴我们职涯探索中心第5座的职涯探索中心在我们嘉里国中后港校区能够这个发生。第1座当然我们看到后甲国中的电的部分，还有6甲国中的部分，还有安顺国中的部分，还有对不起，我们这第4座我们的嘉里国中职探中心的设立，分别在各个面向。那将来也有机会，也希望说校长在利用课外活动或者校外活动的机会，能够到各个职涯中心来探索，让孩子能够找到他未来，去及早发现原来就有这样的发现，在国中国小，甚至于国中3年级，甚至于这个国小的时候，就能够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各行许许多多的职业，那我们这个职业探索中心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嘉义区职业试探中心选定以河甲水产为主要的基质试探，随结合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免费医专、台南海事甲北门龙岗等各级来办理体验课程，预计伫遮得增加2000人次的试探计划。课程第1天，校长甲学生嘛拢来体验营养的照护、体验包尿珠等正经的服务学习。因为我自己没有帮自己的弟弟包过尿布，所以这一次应该算是我第1次包尿布。之后我也觉得还蛮困难的，就是这样我才可以体会到当时爸爸妈妈到底是怎么样照顾我。这个职探中心呢是水产职群跟医护职群，那是主要提供给国小5、6年级的学童，那可以到国中7年级来这边做职业试探的体验。我们有情境教室，也有实际操作的体验教室，就希望能够让他们在国小高年级或是进入国1的时候，7年级的时候就可以对职业试探能够有初步的了解。嘉义区课程第1天，根据了解，目前已经有3个场次额满。教育局表示，另外伫后甲、6甲、甲安顺3个高中嘛有多元的职群，欢迎学校踊跃安排师生来参加职业试探体验。今日新闻军职林根采访报道。前一度的七股海产节，包括上千的七宝宴、农拿体验、甲招团由七股等精彩活动，主办单位提醒，拢需要民众网络预约报名。其中为贴头月记者会嘛宣布活动对7月9号开始，一直到8月27，欢迎大家来七股食海产，体验滨海观光休闲。七股就是海产的故乡，所以当地上青上美的七股宴，其中有位贴甲侪贵宾拢欢喜来推荐。这嘛是七股海产节，去年因为疫情停办，今年要设开100桌，其中欢迎大家7月9号到8月27来七股有食有有掠。大家都知道，台南是美食的故乡，其中七股是海鲜的故乡。我想很多好吃的海鲜通通在七股。在我面前的这么多好吃的，很多非常多的都是在七股。除了海鲜节，除了有海鲜飨宴之外呢，更重要还有这个蒙恰吹亚的活动哦，那就去开放亲子在4梯次，去年只有2个梯次，今年开放4个梯次，让很多亲子都可以下水来摸这个不是文革赤嘴恰吹亚，能够让许多亲子共同徜徉在这个山光水色又很漂亮的这个水温的海中，然后能够抓到这个野味新鲜的恰吹亚，好，那会欢迎大家。那除此之外，还有海鲜宴，还有许许多多的活动都欢迎大家来七股观光，来七股吃海鲜，来七股大快朵颐。除了七宝宴，由观光旅游局甲七股区公所合办，伫赤水园所推出的望蛤蟆体验嘛是重头戏。市府为了让民众拢有机会来感受，今年增加为4场，人数嘛对1500位提高到3500位，欢迎网络预约报名。另外，伫龙鱼特产的展示会当中，今年嘛有家己因七股海产节 T 恤文化创意，邀请大家热络拢来七股行行。
今年的话，因为有下去蒙蛤蟆的人他很多，那小孩子上来或是大人上来会比较冷，那他们都是想换一件衣服，那换一件衣服以后说，这个跟平常的衣服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今年呢，我们就是推出呢，我们就是来这边呢，用的我们一个2022年呢，我们七股海鲜节的一个 logo 进去。那当然，我们今天记者会只有一个 logo 而已。那我们有很多 logo， 就是黑呀、蛤蟆什么都有所以来给大家去选择。那颜色我们弄了很多，那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文创所以我们想说除了我们在办海鲜节以外，我们把文创也把它显示出来这样子。七股区长会长马大新提醒游客要礼拜6空码头体验活动，第7个游客中心拢有免费接送，欢迎民众多多利用。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美术馆推出地价甲无锡啦展览以后引起轰动，连带幕后小龙文化园区所推出的艺展馆参观人潮增加1倍，因为园区都要加强等众新民的保庇，等于是免费的收件。嘛，和这间用庙做伙合作，提供各种的平安符甲香火茶，互游客安心。台南市美术馆推出地价甲摩西娜展览，引起轰动，参观人潮强滚。不过对着游客来讲，若看了会惊。其实小龙文化园区所推出的艺展馆有家奖、有12报纸，也佮有众新民的展览，等于是替大家免费收件服务。同时，展览一推出以后，第一波包括嘉义、金东店、定兴宫、西港、庆安宫等6间庙宇拢配合。每一天免费赠送限量的平安符、香火茶，让游客安心和欢喜。小龙文化园区的这个台南艺政馆这边呢，因这个目前因为在南美馆那边开展的这个亚洲地域展，所以我们也就是以此就是做一个相呼应。那我们这边本来就已经有展示的，像我们后面看得到的这个是我们的家里的振兴宫他们的这个提供的这个神像在这边帮我们作证。那我们其他还有12婆姐跟家将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在网络上呢先呼应了这个地域展的展示，那跟民众保证说呢，如果过来这边逛一圈的话呢，一定是将爷这边的可以给你呼呼，可以给你这个收金的这个服务。那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其实蛮多的在地的宫庙，包含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金堂殿，那振兴宫跟三五甲的这个镇山宫，还有说西港那边的庆安宫呢，也都跟我们联系，那主动的想要提供就是平安符这边来给民众可以索取，所以民众来这边呢参展的这个同时呢，也可以拿到就是来自各个宫庙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平安符。那这些平安符呢，在过来我们园区之前呢，都已经先过了香炉了，所以一定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压惊的这个功效这样子。嘉义小龙文化园区的艺展馆，因为南美馆的地价展览引起话题，嘛，互因的参观人数增加1倍。根据了解，敢若顶礼拜6甲礼拜2天都有5000人。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两边的话啦，哈，那你这边的话应该是会比较正向的，那比较属于去宣导我们台湾宗教嘛，哈，宗教文化啊。那个你说第一展那边的话，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可能比较不一样的展出这样子。那如果以目前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一边会比较正向一点。就是因为南美馆的展览，然后得知说小龙文化园区有艺政馆的展览嘛，那所以带小朋友来多认识这些对传统艺政的那个文化，蛮有趣的。但妹妹觉得有点可怕。南美馆的这个展示开展了之后呢，我们这边的人潮光是艺政馆这边大概多了1倍，成长了1倍这样子。以往的话，我们的这个园区的这个人潮大概艺政馆这边大概假日的时候可能大概700左右。那可是这个地域展开展了之后，我们这边大概整个成长了1倍，这样民众比较对于就是变成对于
我们议政馆这边所展示的文物呢，跟这边的宫庙的文化呢，都比较关心得起来这样子。台南艺展馆这回展览将到8月底，当中沉浸式的影像甲电头、法器、面谱等文物展品，就是要让游客趁机会了解电头文化，而且参观展览也可以当抽吉祥的签诗。台南新闻管及林英光采访报道。香港区国安法公布实施2周年之刻，真侪人为了自由来到台南生活的香港朋友，组成了台南香港关心组，并且以时光屋的概念，整理因所珍藏的香港记忆，举办了香港时光屋的展览，也欢迎市民共同来关心。以前讲到香港，率先想到拢是香港电影、港式餐饮、招牌林立的街头等等。但现在印象敢若一群香港人争取自由的画面，尤其伫港区国安法公布实施2周年的现在，互真侪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感受歌深。这场号做香港时光屋的展览，就是以香港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来呈现上真实的香港记忆，并以黑盒子模拟香港的城市景观。每一个黑盒子代表香港的高楼大厦，内底存放一个香港人记忆深刻历史事件以及对自由的梦想。这个主题就是以时光屋的概念，把香港的过去、现在、未来重现。那过去的话，因为今天开展的日子啊，6月30号刚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2周年。那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很多人权自由都消失了，而且整个很多城市面貌啊，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啊，都随着这累积的慢慢消失了。所以我们找了很多在台港人，用图像拼贴的方式做了10几个时光屋，表现香港过去消失的不同的自由人权。除了过去的部分，中间还有现在的部分。现在虽然我们看起来香港在国安法的打压之下，已经没有街头示威了，但是不代表香港人不再发声了。因为香港现在的独立出版啊，跟独立书店的数量啊，是前所未有之多，大家都想要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的记录香港。这场展览是由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台南社区大学以及台南香港关注组共同举办，希望借由展览号召民众共同关心香港人权议题。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标语，而是一个愿望，也希望呢，以前香港呢，自由的社团的公民社会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呢，能够再回来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展览呢，希望呢那么带到呢我们对香港的希望。但是呢，很可惜呢，这个香港的希望呢，在香港的土地是很难去说的，所以呢，需要各个地方、世界的各个地方呢共同发声，因为在香港这一块地方呢，未来的希望呢已经被窒息了，所以需要大家呢的共同的想象，让香港重回往日的荣光。记者会期间，市员陈一丁以及永康区市员参选人朱正轩也拢来到现场声援关心。主办单位欢迎市民大众为即马开始，一直到7月10号期间，前往中西区信义街25号城南2有空间看展。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根据资料显示，中南部疫情已经渐渐平缓，所以7月1号开始，中央指挥中心表示，只要落实防疫，各校的暑假学习或者是活动，拢会当采取实体。暑假就要开始咯，中南部疫情也渐渐稳定。为7月1号开始，只要学校做好每一项防疫措施，学习课程以及活动就会当用实体办理。那因应我们目前从明天开始就是暑假的第1天，那我们台南市的学校，我们的暑假的相关活动课程就会进行了那过去我们的校园开放的政策是以
国高中的校园户外的场地操场部分来开放，那国小部分是没有。那从明天开始，7月1号之后，那我们学校的从高中、国中、国小，我们所属学校的部分，都开放这个户外的场地。教育局呼吁民众入去学校的时阵，要做好防疫措施，让伫个暑假期间转去学校上课的学生会当确保安全，请民众配合相关规定，后面也会看疫情来调整各项规定。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淡水南区新建路停车场已经完工，市长委托亲自主持启用典礼。该停车场新增加了91个车位，除了提升民众伫周边活动的方便，也是政府有效利用现地的公有土地。剪彩！为善用土地，无互公有空地成为环境死角，也则是治安问题。台南市政府甲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协商合作，将空地空间开放出来，兴建停车场，提供予市民大众、观光旅客、洽公的民众，拢会当享受机能发展的方便。总共这个地方大概90个停车位，目前已经超过110个人预约。社区预约要成为这个长租型的这个停车位，所以到时候还要抽签。因此呢，面对这样的国有地或私有地闲置的，或是暂时没有开发计划的，我们都希望说能够辟建为停车场，或是其他的包括这个驾驶练习场，或是其他的有意义的使用，避免成为闲置，那成为脏乱的死角，或成为治安的问题。停车场位伫咧南区新建路3巷口，总面积0.85公顷，附近有国中、市场，还有开发中的商业区，会当讲是交通便利、生活机能完善。经过评估周边停车状况，增加91个停车位，由委外业者独立智慧化停车管理系统。另外，针对有经常性，也就是涉及伫咧国体里的民众，更有提供停车优惠方案。台南新闻张硕维、杨顺怀采访报道。白河目镜了17号蓝天宫，未来有上百吨的木雕虎爷公，因应农历6月初6是虎爷公圣诞，白方将举办接受活动。伫圣诞前一天，国历7月3号上午10点开始，将发放几号加持茶啊，限量888分，拢是经过千岁加持，要信众保平安。主委饭中金凤表示，蓝天宫主事丰富千岁，祝人事业顺利。真侪有感应信众，拢纷纷回来祈愿，而且庙内新坎下骹虎爷公嘛真有故事。除了有100档历史的年数更新以外，对着习武下顺嘛真在行。蓝天宫丰富千岁庙内即阵几百年的虎爷公较早甲丰富千岁为麒麟尾血，就爱到17号啊。然后这个庙起来1年来，咱这个虎爷公因伊有几百年的历史足够顾囡仔，足够找物件。这次虎爷公圣诞有价发送的千岁祈福加持茶，经由丰富千岁指示，并将所有物资过路加持。主委饭中金凤表示，加持茶有加持意思，台语嘛有加持的谐音，代表摕到信众有丰富千岁加持，拢会当平安又搁趁钱。即道这个6月初6虎爷公圣诞千秋，咱提早做一天6月初5，今日7月初3要来发这个加持茶活动，互大家摕到丰富千岁的加持、虎爷公的加持、众神的加持，当日了大家拢平安度过这个疫情。千岁祈福加持茶内底分别整理千岁翠簪、平安符、防疫随身酒精、煞文，还有快筛指定物品。希望一项项经由丰富千岁加持的礼物，互信众摕转去厝，防疫保平安。咱的蓝天宫LV 的千岁牌的 LV 加持茶啊，加持茶啊，加钱，伊讲有加持的意思。早顿去佫会当加钱哦，保护，而且这个茶啊内底有咱的千岁护罩防护叫够咱口罩一定要戴好戴满还有我们的千岁平安符，还有咱这个出门一定要常洗手
啊，这些炸地身躯随时将啊倒去通我洗。千岁祈福加持茶预计伫咧国历7月3号上午10点发送，一人只会当领取1份，发完为止。东港并有2只圣像下完金龟，提供圣像跋杯结缘，相关背数者就当将金龟请回去厝。南天宫希望透过祈福茶结缘，互圣像领受丰富千岁加持，安稳度过这波疫情的高峰。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6月30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